壳的表面有条做灰，强强的米伫咧石头内底，外形特别无清。西南海蟹鱼片，这几年掠到伊的机会是哪来哪济，互研究人员是真好闲。落尾掠起来，反伊是外来种武装双棘蟹，原生海蟹是伫咧墨西哥、尼加拉瓜和巴拿马。其实是近年来在高雄海域有些渔民有陆续抓到，开始在询问说，这个种类大概是什么东西？武装双棘蟹即马出现伫咧台南渔光岛到屏东嘉东海附近，数量上侪分布伫咧高雄西环。趣味是，伊伫咧水海模样，和原本就生存伫咧台湾海粗甲绿叶蟹真相像。毋过武装双棘蟹，伊的模蟹讲是红拍拍色水，安尼出现伫咧台湾，伫咧叫可能和这个关系有关系。因为它本身也没有食用价值，应该是被一些渔船他们出外捕鱼的时候混货，然后滞留在他们的压舱水或者什么，然后到了台湾他们换水的时候刚好把它放出来。毋过武装双棘蟹食性，即摆还阁伫咧研究阶段，现阶段也无多知影讲伊敢有毒，因为食到有毒生物会累积毒性伫咧体内，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掠到这种毛蟹，千万毋通甲伊食落腹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